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水晶解說系列。講起水晶界入面，邊一種係名副其實嘅脫單神器同埋人氣磁石？相信大家第一時間一定會諗起今日嘅主角粉晶 Rose Quartz。粉晶喺水晶界一直被尊稱為愛情之石，佢嗰種溫柔軟弱嘅粉紅色，就好似自帶一種令人放鬆嘅初戀氣息咁。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拆解呢個桃花發電機背後嘅挑選攻略同埋能量真相。想今年人見人愛、車見車載嘅朋友，記得準備好筆記啦。首先，我哋要搞清楚粉晶到底係乜嘢來頭。粉晶其實係石英家族嘅重要成員，佢之所以會呈現出咁迷人嘅粉紅色，係因為晶體入面含有微量嘅鈦、鐵或者錳元素。喺大自然億萬年嘅孕育過程入面，呢啲微量元素同水晶完美融合，造就咗佢獨特嘅色澤。天然嘅粉晶通常會帶有少少雲霧狀或者冰裂紋，呢啲都係大自然賦予佢嘅天然印記。買粉晶最好玩嘅地方就係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形態同質感。第一種係最常見嘅傳統粉晶，顏色呈現實色嘅牛奶粉紅，唔太透光，有一種好溫柔嘅感覺，價格亦都最平易近人。第二種係冰種粉晶，佢嘅晶體好似冰塊咁通透，水潤感十足，不過顏色通常會比較淡。第三種係星光粉晶，呢個係粉晶入面嘅高級貨，因為晶體內含有天然嘅金紅石，當單一光線打落去嘅時候，表面會呈現出清晰嘅綠芒星閃光，非常之夢幻。第四種係近年大熱嘅馬達加斯加粉晶，簡稱馬粉，佢嘅顏色特別濃郁，呈現出果凍咁嘅質感，被譽為粉晶界嘅天花板。好多人問點樣先揀到一條極品粉晶？呢度分享三大等級指標。第一，睇色澤。靚嘅粉晶顏色一定要夠鮮明、夠粉嫩。如果顏色太淡白或者帶有灰暗嘅色調，觀賞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特別係揀馬粉，越紅潤越值錢。第二，睇透度同淨度。如果你追求冰種或者星光粉晶，晶體越清透、越少冰裂同白棉就越高級。第三，睇星光效應。如果買星光粉晶，一定要喺強光下測試，星光線條要夠直、夠銳利，而且要喺正中間，咁先至係頂級靚貨。講到功效，粉晶主要對應人體嘅心輪，佢最無可取代嘅強大功能就係招桃花同埋改善人際關係。粉晶散發住溫和而吸引人嘅粉紅色光芒，可以幫你軟化自身嘅氣場，令你變得更加平易近人，從而吸引美好嘅姻緣同貴人。除此之外，粉晶亦都係做生意嘅好幫手。俗語話有人緣就有客緣，放喺鋪頭或者辦公台，可以幫你廣結善緣，招攬生意。喺情緒療癒方面，粉晶可以幫你撫平感情上嘅創傷，教識你先愛自己，再愛別人，舒緩緊張同煩躁嘅情緒。佩戴方面，毫無懸念，強烈建議戴喺左手。根據水晶左入右出嘅氣場理論，戴左手可以將粉晶嗰種溫柔、包容同充滿愛嘅正能量吸收入身體，幫你調和內在情緒，散發出迷人嘅親和力。無論你係單身、想響對象、想同伴侶關係更甜蜜，定係想喺職場上同同事打成一片，戴喺左手都可以幫你建立一個充滿愛與和諧嘅能量磁場。保養消磁方面有一個極大嘅禁忌，就係粉晶超級怕太陽，因為粉晶嘅致色元素非常唔穩定，如果長時間被強烈紫外線暴曬，佢嘅粉紅色會慢慢變淡，甚至變成白色，所以千祈唔好用日光浴嚟消磁。最強烈建議用白水晶簇、紫水晶凍，放一晚溫和淨化，或者利用柔和嘅月光浴去幫佢充電。平時去沙灘曬太陽一定要除低，好好保護佢嬌嫩嘅顏色。總括嚟講，粉晶係一款顏值極高、充滿溫暖同愛意嘅水晶。佢唔單止係單身人士嘅神隊友，亦都係每個人修復心靈、建立好人緣嘅最佳伴侶。大家去揀嘅時候，放慢腳步，揀一粒色澤最令你心動、同你最有眼緣嘅粉晶啦。多謝收睇，對粉晶有疑問，歡迎留言話俾我知。記得撳個 like， 分享俾想脫單或者做生意嘅朋友，仲要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呀。我哋下集見，拜拜。